真正的原住民好了。刚刚的忘记啊，噩梦哦，尤其是穿原住民的衣服。那我想，虽然我是原住民，可是我不是原始人哦，我们也是有追求偶像的保护哦。现在部落很厉害了，不是只有撞球跟电动玩具，我们有网咖，小小的荧幕就可以上网，就可以跟很多世界连接了。我们没那么笨，真的。但是也因为网络，我觉得部落的孩子们的生活的焦点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就小小的荧幕把他们都吸走了。我也觉得很纳闷。然后这几年都想要带着他们做一些文化的事情，可是他们又觉得很土，叫你去跳花家架跨年，你会很害怕啊。一样的道理，叫你这么去打猎，好土哦，猪肉摊买猪肉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打猎？对嘛，那个价值观不一样。但我常觉得，你看哦，原住民的很多。我觉得知识，像吴宝春老师用原住民的米酒酿做花果面包，得到世界花果面包的冠军。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故事拍电影，得到7亿元的投资。其实这些东西只要好好用，就会很好用。用不到的就会到博物馆。好一点在博物馆，不好的就不见了。真的，我想要用主语唱歌，因为我好好的用它，就把我当做一个外国人。但是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文化，我继续唱我的主语歌，好不好？好。